喂，醒下啦，喂，醒醒啊！咁經典嘅彈燈啊，點解到現今好多車都唔會再出呢？原因只有3個。第一個原因，如果喺路上撞到行人，會對行人造成2次嘅傷害。第二，喺高速時候，彈燈一打開嘅時候，風阻特別大，對現今嘅新車追求空氣動力學嘅設計根本完全唔吻合㗎。第三，彈燈嘅設計比較複雜，有支架同埋個電摩打組成，支架容易變形。摩打長期喐動咧，又容易損壞。好似我身後呢台法拉利456 GT 咁啦，佢嘅彈燈嘅摩打就係長期入水，搞到鏽蝕不能驅動啊！如果買件新件，非常之貴，而且又係時間比較耐。咁咧，今次我就嘗試又係同佢維修，再加上做個大保養，換晒啲機油，因為佢12缸啊，油量比較多，而且油格都用2個油格㗎，好少車用雙油格設計㗎。咁我哋今次加埋呢個添加劑啊，咁去消除佢個燒藍煙，始終呢架車年紀有啲大啦。咁啊，我哋去維修個波打翻嚟，再試試功能。個摩打已經整好啦，我已經裝好啦。咁啊，依家試一試啦。喂，醒下啦，喂，醒醒啊！終於瞪開眼睛啦！依家個摺疊功能冇事㗎啦。